咱来共读上帝话，记载伫新约马可福音第10章35节到45节。新约马可福音第10章35节到45节。现代中文译本伫新约的部分第74页。请咱听着咱做伙来读。马可福音10章35节。西比泰的囝雅各甲约翰来见耶稣，讲：老师，阮有一个请求，我望你会当答应。耶稣问因讲：爱我为恁做甚物？因回答：当你坐伫荣耀的宝座顶的时，请互阮甲伊坐做伙，一个伫你的正边，一个伫你的倒边。耶稣对因讲：恁毋知影所求的是甚物？我要啉的苦杯，恁会啉吗？我要受的洗礼，恁会当受吗？因应讲：阮会。耶稣讲：我要啉的杯，恁要啉伊；我要受的洗礼，恁要受。总是甚物人会当坐伫我的正边，我的倒边，却毋是我会当决定的。这个座位，上帝为甚物人有备，就赐予甚物人。其余10个门徒听见这事，对雅各甲约翰真不满。就安尼，耶稣将因拢调集到伊的面前来，对因讲：恁知影，世上遐个被认做是统治者的，有权管辖人民；领袖也有权支配人民。总是恁却毋是安尼。恁中间什物人要做大人物，什物人就着做恁的奴仆；什物人要做头，什物人就必须做大众的奴仆。因为人子毋是来要受人侍候，乃是要来侍候人，并且为着救赎众人，献上家己的性命。以上是上帝的话。今仔日咱真欢喜，台湾新学院詹宗胜牧师伫咱的中间，伊要用新的价值观来传达上帝的信息，请咱恭敬的来领受。主来敬听的牧师，甲咱的兄弟大家平安。感谢上帝恩典，伫今仔日一早起会当来咱的教会，甲咱做伙来敬拜上帝，也相时伫遮来分享上帝的话。也多谢咱的教会过去这几年来一直真支持神学院的教育甲神学教育，也伫遮代表着神学院的院长以及全体师生甲同工来大家请安。也献上感谢，愿上帝祝福大家。顶礼拜10月31日是宗教改革纪念日，然后伫遮11月，搁过无偌久伫月底，咱就要进入大降节。伫遮咱会看到，伫11月内面，也是咱的教会历内面，旧的一年的过去，甲新的一年的来临。所以伫即个时阵，咱会当讲11月是咱会当反省甲感恩的日子，所以伫今仔日一早起，我用到这段经文，甲咱的兄弟来分享。接下来，咱来看耶稣，伊伫这内面有3遍的教育伊的学生，互因会当知影耶稣基督是啥物人。根据咱看到的今仔日所读的经文的整部册马可福音内，咱会当看见。主耶稣带着伊呼召的门徒，行遍加利利地区以及附近的所在。伫遐无论是伫会堂内面，也是伫野外，也是伫庄骹，也是伫镇内面，也是村社内面，主耶稣伫遮透过讲道、教导、医治甲赶鬼，所到的所在，众人拢非常的热情来回应。经过这个真奇妙的经历了后，耶稣伫遮开始来教示伊的门徒来认捌，到底伊
本身是啥物人，而且伊的使命到底是啥物？拄则咱就看到，当遮的门徒也是遮的群众，只要看到耶稣基督所行的遮的神迹，也是遮的奇妙的道理了后，因也咧问，到底阮所对即个老师是啥物人？群众若要问，嘛要问讲，到底即个人是啥物款的人？伊会当做遮代志，是毋是咱会当对伊佫期待较侪？伫遮咱看到群众、门徒对伫耶稣拢有期待，总是伫遮耶稣基督要伫遮甲伊的学生讲，我是啥物人？恁所期待的是啥物？所以伫遮咱看到，耶稣基督开始伫遮来教是遮的门徒来熟悉伊。所以伫遮咱看到的是8章31节、9章31节，以及10章34节到35节，遮连续3遍，耶稣基督伫遮来教示因，伊要受到的造物是啥物？咱看到投影片这幅图内面，伫顶面一个箭头的所在，咱看到的是该撒利亚菲律比、该撒利亚菲律比这个所在。耶稣基督伫遮第一届甲门徒伫遮来讨论，伊是啥物人？伫8章31节，然后过来是顶面的圆箍啊，加利利湖的边啊附近的所在，是耶稣基督第2遍来教示伊的门徒，伊是啥物人？伊要遭遇到啥物款的命运？过来伫地图的下面的即个圆箍啊，即个所在是耶稣基督带领着门徒要进入耶利哥，然后往耶路撒冷的旅程。伫遮咱看到无相共的时间，无相共的地点，前后3遍，耶稣基督伫遮甲伊的门徒来讨论，来教示因。咱来看第一遍，第一遍的教示内面，伫第8章27节到30节，咱有看到耶稣基督带着伊的学生退稳到伫加利利。犹太王统治以外，即个该撒利亚菲律比的境内，这是一个真重要的宗教圣所。伫行路的途中，耶稣基督一来问因讲：别人是安怎来讲我？即个世间的人是安怎来讲我？门徒伫遮就无相共的讨论，伫遐来甲应答耶稣基督。然后问遮了后，耶稣基督伫遐问讲：若是恁咧，恁想我是谁？我是啥物人？伫遮门徒的首领彼得，就真坚决伫遮来应答讲：你是基督。基督是希腊文的意思。伫古早的时，耶稣时阵呢，因所称呼的是弥赛亚。所以伫遮当彼得伫遐来讲你是基督的时阵，伊代表着伊熟悉耶稣基督，伊熟悉耶稣，伊用着这基督的名来称呼。不过，伫第1世纪的耶稣基督的时阵，迄时阵有无相共的弥赛亚的观念，有无相共的称呼甲意义。当人讲弥赛亚的时阵，可能是上帝所抹油的一个王，这是叫做弥赛亚；可能嘛是上帝所呼召一个先知，这个人也嘛当叫做弥赛亚；也是上帝所抹油的祭司，伊也会当做一个弥赛亚。换一句话来讲，伫耶稣的时阵，弥赛亚的观念甲想法是非常无共，有足一种的弥赛亚的观念。不过，伫遮我简单来一下摘要，伫第1世纪的时阵，人所期待的弥赛亚大概是啥物款的情形？伫遮一般来讲，伫迄时阵所期待的弥赛亚是安尼，因想即个世间是一个暂时的世间，过无偌久，即个世间就会无去，会动乱无去，会毁坏去。总是在毁坏了后，上帝的使者以利亚，伊会来到即个世间，重建即个世界的次序，毁坏的所在，伊会阁恢复起来；拍歹的组织，伊会当阁甲建立起来。伫遮的了后呢，弥赛亚本身要来，伊要伫耶路撒冷建立一个地上的城。伫即个地上的城的时阵，要扩展做一个王国。当了后，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因就会为无相共的所在来到伫耶路撒冷来朝拜。自安尼了后，即个国家要成做一个永远的国度。讲到遮的是要建立即个未来的王国，也是未来的平安和平的国度的时阵，一
真重要一个条件就是讲，颠覆现处时受到异族，特别是罗马帝国统治的世界。换一句话来讲，要建立一个弥赛亚国度呢，就是要除去现处时外国人统治咱的罗马帝国。这是迄当阵人所期待的弥赛亚。伫遮咱看到耶稣基督伫遮来应答的时阵，伊并毋是用基督的称呼来回应，伊乃是用的人子。所以咱看后一张，咱看到的讲，耶稣基督第一遍的教示伊的门徒的时阵，伊讲人子要受到真济的苦痛，要受到长老甲祭司头以及经学教师的弃绝，也要受到杀害，第三日要搁活。伫遮咱看到耶稣基督伊所传达的，甲彼得伊所期待的这个弥赛亚，也是讲基督的观念，实在是差别非常的大。所以伫遮经文第8章安尼描写讲，彼得就伫遮来阻止，也是伫遮来指责，也是伫遮来批评伊的老师讲，安尼袂使，毋是安尼。总是耶稣基督伫遮来回应伊的学生，嘛是来教示伊的学生讲，你所想的是人的想法，毋是上帝的想法。所以伫遮咱看到耶稣基督甲彼得呢，因所期待的、因所想的是无共。所以咱看到这是两个人，也是讲耶稣基督老师甲伊的学生无相共的其他的差别。这是第一遍。咱搁看到后一个，第二遍的教导内面是伫加利利的所在，伫遐因为北边经过南边到伫加利利，然后搁要继续往南去。伫遮伫路途顶面，耶稣基督伫遮去教示门徒讲，人子要受到交伫别人的手头，因要甲伊杀害，总是杀害了后第三日，伊要搁活。伫遮第二遍的教导的时阵，咱看到门徒的反应无共。经文安尼描写讲，门徒呢因无明白、无了解耶稣基督所讲的，毋过因佫毋敢问。这对比伫第一遍，咱看到彼得激烈的反应；第二遍的时阵，门徒因所揪起、所惊到，因虽然无明白耶稣基督所讲的意思，因佫毋敢问。而且因心内面藏的一个问题，就是因所想的，甲耶稣基督所教导因的，因抑佫无法度了解。所以伫遮咱来看，门徒因所想象、所期待的，其实甲耶稣基督亲嘴甲因讲的遮个。因的想法实在是差真多。过来，咱看到第三遍，这是最后一遍，耶稣基督来教示伊的门徒，嘛是咱讲最后一遍的公开的教导。伫遮咱看到，拄到了后，耶稣基督也佫无机会，甲因讲，因为因入去耶路撒冷了后，耶稣基督就受出卖、受逼迫、受侮辱、死、甲埋葬、甲搁活，所以。伫往耶路撒冷的旅程内面，这是最后一遍的旅程。伫遮经文安尼描写讲，耶稣基督勇敢行伫头前，门徒对伫后壁非常的惊吓。不过，因那个紧来跟对伫耶稣基督，因伫遮来往前行。接下来后一张，伫遮咧路中的时阵。因伫半路的时阵，耶稣基督伫遐第三遍，佮真清楚来甲因讲：看，咱要上耶路撒冷去，人子将要互交伫祭司头甲经学教师的手头，因要定伊做死罪，又佮交互外邦人，因要欺人伊，把伊配喙烂，甲伊鞭拍，甲伊陷害，第三日伊要搁活。所以伫遮咱看到往耶路撒冷的旅程内面。耶稣基督伫遮教示因的是，伊的命运将来是受苦甲死亡，总是第三日会搁活。耶稣基督透过这个机会来教示门徒，来熟悉人子是啥物人，因的老师的命运是啥物。咱看到的，耶稣基督所教示的是，人只有透过受苦甲搁活的观点，人才会当真正认捌耶稣基督。人子是啥物人？不过，这门徒因也无法度经验到，因为因也未经验到主耶稣的受苦、受难、甲搁活，所以因犹原也个是无了解耶稣基督伫遮甲因讲的是啥物。
所以这是一个弥赛亚的奥秘。这个奥秘只有伫国外的眼光才会当看到。现此时门徒也无法度了解，不过因将来会明白。后一张，所以伫遮咱看到的门徒伫遮一直来教示的是，门徒伫遮一直得到的是，因要期待因的老师去建立一个王国。因一个王国了后，因会当扮演着无相共的角色。总是主要说基督三遍的教导内面，却毋是安尼。伊伫遮来教示门徒来熟悉讲，弥赛亚也是讲因所告别的基督是爱受苦，是爱死亡，爱搁经过国外。门徒因的想法、因的期待确实无共，因想象是第一个地上的王国。这个无相共的观念的两边的人，因一直行伫这个头前，一直到咱今仔日所读的经文。所以咱看后一张，伫遮拄则咱所读的经文内面，甲咱讲，门徒开始在咧问伫遮雅各甲约翰两个学生的代表，咱拄则第一摆看到。代表的是彼得，然后伫遮咱看到的是雅各甲约翰。根据福音书内面咱所看到的，耶稣的12个学生内面有3个是咱讲核心的同工，也是核心的门徒，就是彼得、雅各甲约翰。所以伫遮咱看到约翰甲雅各呢，因两个人就来问讲：老师啊，当你坐伫你荣耀的国度最王的时阵，是毋是？阮中间一个会当坐你的正边，一个坐你的倒边。即当阵咱台湾拄好咧进行总统选举甲立法委员的选举，每年1月就要选举。咱看到无相共组的人拢会来诉求，来诉求选票，互选民会当来了解因到底是啥物款的角色。若是用着现代的话来讲，雅各甲约翰因所要求的，也是说求伫耶稣的是讲，主啊，若是你做王的时阵，一个人，阮中间一个人会当做行政院长无？另外一个人会当做总统府秘书长无？所以因的意思大概就是安尼。伫遮咱看到一个真特别的图像，因咧想象的是，主耶稣要去到伫耶路撒冷，安尼伊若做王。那咱遮门徒，咱就报着咱两个阁是耶稣基督上重要的学生，所以一个做行政院长，一个做总统府秘书长，这是理所当然的。所以约翰甲雅各因的想法是要担任着头，也是重要的职位。咱伫遮会当看到耶稣基督甲因教示的，甲门徒因所想象的，这是两个无相共的多样，这两个差别非常的大。门徒伫遮咧问的，是伫无适当的时间内面问着无适当的问题，佮抱着无适当，也是讲无符合的一个期待。主要说过无偌久就会死，佮埋葬，互出卖，受侮辱。总是遮门徒咧期待的是要建立一个地上的王国。佮看后一张，总是主要说伫遮无甲因愚昧。还是要甲因大指责批评，伊伫遮咧反倒咧问学生讲：恁所求的，恁敢知影吗？我所要啉的苦杯，恁会当啉吗？我要受的洗礼，恁敢会当洗吗？伫遮杯，还是讲苦杯甲洗礼是两个上等的意义。杯的意思就是讲，上帝互人所伫伊的生命内面会当经验到的经验。那亲像咱即马定定有听到讲，上帝互人的命定伫遮咱看到有当时咱听到讲，上帝给人的命定是什么？上帝要互人的命运，还是讲互人的经验生活要拄到的是啥物货？伫遮上帝要互耶稣基督所经验的，就是侮辱、受出卖、死甲埋葬，这是伊所要啉的杯。然后所要受的洗礼呢？意思就是讲，一个人的心思甲伊的意念拢浸伫一个生活的经验内面。若是耶稣基督伫即时，伊要面对的洗礼是，伊要受到出卖、受到逼迫、受到侮辱、受到定死、安尼。所以伫遮耶稣基督讲：恁敢知影恁所求的是啥物货？我要啉的苦杯，恁会当啉吗？我要受的洗礼，恁会当受吗？
意思人啊，亲像讲，恁敢会当甲我共一款来忍受头前所要拄到的恐怖可怕的经验？当我互怨恨、痛苦甲死亡伫遐阴捌的时阵，恁敢会当甲我三甲来同当吗？伫遮，耶稣基督在问这两个门徒：恁敢会当甲我共款吗？咱看后一张。伫遮耶稣基督咧讲的，上帝国是用着受苦、十字架、死的苦难来建立的。耶稣基督伫遮来肯定，两个门徒讲：我所啉的，你若要啉；我所受的洗，你若要受洗咧。总是什么款的职位，什么人要坐伫正边，什么人要坐伫倒边，这毋是我会当决定的，这是上帝才会当决定。所以，什么款的权利，也是什么款的地位，最后的决定权是伫上帝的手头。伫遮，耶稣基督来教示，也是来教导这学生来学习这个功课。后一张，伫遮咱看到，当雅各甲约翰讲这话了后，拄则咱所读的经文内面讲，其他10个门徒对雅各甲约翰所讲的话非常的生气。咱讲，这偏偏是12个学生，因会晓想讲，是安怎你乃是行政院长，是安怎你乃是总统府的秘书长，若是安尼，阮其他的10个人是毋是敢若会当做部长的份额尔？为什么你会当做遮尔啊悬的位，阮袂当做？咱偏偏拢是12个学生，是安怎恁会使，阮遮10个人袂使？所以咱伫遮来看到，因开始轻分，开始伫咧争执。开始伫遐来比大比小，咱若是回想看，耶稣基督3遍的教示学生的时阵，第一遍了后的时阵，门徒就伫遐开始咧争什么人最大；第二遍了后的时阵，伊嘛伫遐咧争什么人最大。伫第3遍，咱今仔日所读的经文内面，因也有缘伫遐来争执什么人要最大。主要说伫遮用着真智慧的方式来面对这门徒的争执，甲因会扣分，还是因会伫遐争权？耶稣基督伫遮经文咧描写讲，甲遮个门徒叫因到伊的面头前，然后伊亲身甲门徒面对面，一个老师甲12个学生伫遮面对面讲：世间的人因看伟大是别人会当甲伊呼呼塔塔，会当甲伊抱，还是会当甲伊服侍，会当甲伊服务，总是伫咱的中间，毋是安尼。什么人要做大事，爱做正人的奴仆；什么人要做王的事，爱做正人的服侍者。所以伫遮咱看到，耶稣基督透过即款的机会，甲12个学生亲身安尼来示范，来甲因教导讲：世间有世间的价值观，总是这是无共的。伫咱中间，即个价值观是无共的。所以伫遮咱看到，主要所讲的这2个差别非常的大。世界的标准，甲耶稣基督伊要教示伊的学生的标准，迄个观念、迄个价值观是无共的。后一张，换一句话来讲，咱看到一般的社会的价值观是会当对别人亲像得到服务，这就是最大的一个最头的一个资格。总是主要说，伊教示伊的学生的价值观是：当人若是做为人服务的时阵，服侍的时阵，安尼伊就是最头的。主要说，伫遮毋是干那教示伊的学生尔，伊个家己亲身做一个示范。伊安尼讲：虽望上帝甲伊的甲上帝统治的权享受伫耶稣基督身上，总是呢，伊毋是安尼来统治别人，也是来吩咐别人、采用别人。伊乃是用着服侍别人的一个行动甲心志来表达出来，甚至呢，伊又搁献出家己的性命，做侪人的赎价。伫遮即个赎价即个观念内面，圣经学者内面有无相共真侪丰富的讨论。不过伫遮简单安尼来摘要来讲，就是讲即个赎罪价，也是讲耶稣基督伊献出伊的性命所献出的赎价，也是赎罪价来讲呢，是表达着通过伊的痛。甲伊的受苦，甚至伊献出伊的性命来牺牲性命，会当透过安尼
来拯救世间所有的人，脱离各种的罪恶，然后带领人类、带领人、带领接受的人，会当进入上帝的恩典、甲上帝的厅堂内面。这就是耶稣基督伊讲，伊献上伊的性命，成做最人的赎价，这款的意义。啊，一张，伫遮咱看到，主要说伫遮甲门徒所讲的、所教示的，后来对伫人类的历史，也是对伫咱2000年的教会历史来讲，影响非常的大。伫现在西方的世界内面，常常咱听见的就是讲，最领袖的人是最正人的公仆啊，公仆啊，公众的奴仆。这款的观念，伫西方真济世界内面有真深的意义。伫咱现处时的台湾也是安尼。比如讲，现处时即摆咧选举的时阵，真济立法委员也是总统选举的人，因拢会讲，要做总统，也是要做领袖，是做选民的服务者，也是要服务正人的。不过常常这政治人物因安尼讲的时阵，等甲选举了的时阵，因就袂记咧这的话去。总是耶稣基督伊安尼讲的是讲，啥物人要做头的时阵，就做正人的服侍；啥物人要做领袖的时阵，就要服侍人。这确实一直咧影响着咱的世界，以及今仔日咱的教会。咱常常也可能会是亲像门徒同款会误解着耶稣基督伊所讲的意思。总是呢，耶稣基督呢，亲像咧教示门徒一样，一摆搁一摆真有耐心来启发伊的学生。今仔日伊也安尼来启发咱。耶稣基督伊用着十字架。即款的苦难、受死，用着即款的赎价，即款的模范，伊来提醒咱，同时也来挑战咱，互咱今仔日也可以当一摆来三思，啥物是咱的新的价值观、甲人生观。伫几年前，我有机会熟悉司马库斯部落一个头目，也是讲长老，伊呢，伊嘛是司马库斯教会的长老。伫即个部落内面，我想咱中间的兄弟有人捌去伫司马库斯伫遐来住，还是过暝。伫即个部落内面，到伫部落门口的时阵，伊遐有徛一个牌仔，遐讲遐写着“上帝的部落，上帝的部落”。这是几百人的人口，因伫即个部落内面，因强调望伫因的部落内面会当建立一个上帝所欢喜的所在。即个头目，还是即个长老，叫做一架长老呢，伊就用着即款的精神来服侍伫部落的人。伫几年前，2005年的时阵，热天，因为风台的缘故，所以伫部落的路要到伫外面的这路内面有一丛树啊，叫做榉木倒伫即个路中，然后有三位原住民青年呢，就去甲这柴锯掉，锯了后就甲路清出来。然后把迄树头呢，就摕倒去部落内面，要做利用。咱讲封倒木利用。结果这项代志呢，去互林务局来甲伊告发，就是讲告诉伊这个部落青年讲，因偷摕国家的物件。所以对安尼2005年热天，一直到前几年，这几年的中间连续3审，为地方高等到最高法院一审搁通过一审。伊只长老呢，即个头目呢，伊就每一届要开庭的时阵，就带领着因部落的族人，为深山拉来到伫台北的所在开庭，接受审问。总是伫即个过程内面，当要开始的时阵，伊总是会带领伊的族人伫遐来祈祷上帝，恳求上帝帮助。第一审、第二审，拢判这部落的3位青年偷摕，所以爱处罚。总是后来第3审的时阵，法官审判讲，这判官安尼讲，这树木是倒去的树木这个地区是属伫原住民的部落的所在，所以当原住民来处这个风倒木，就是风台倒去这个树头呢，其实这是样子利用的，这是算这是部落中的物件利用，毋是偷摕着国家的财产还是物件。所以伫遮第3审的时阵宣判无罪。
伫这几年的过程内面，非常的曲折，也是非常的辛苦。那伊这长老呢，也是头目呢，伊也安尼因为安尼操劳，所以后来破病，甚至后来过身去。不过真感谢的是，伫伊过身之前，第三审判决，互因得到无罪释放所以互伊的心会当较安静。伊过身了后，保罗开始去选一个新的领袖出来是叫做马赛的长老前几礼拜我有机会甲厝里的人去到日山顶去拜访因，然后伫遐甲因开讲。保罗的领袖甲其他的教会的长老以及其他的青年，在一下咧开讲的时阵，因大概若讲到这个伊遮长老的时阵，因总是咧讲有一个图面，互因的印象真深。伫每一工天也未光的时阵，这个伊遮长老呢，伊就安尼起床巡视部落100外户部落内面然后若是看到前几工也是无清，也是前一暗无清理的遮个粪扫的时阵，伊就开始按头，也是弯腰伫遐来清，伫遐来整理，总是安尼。大人拢还未起床的时阵，伊就开始来巡。甚至呢，伫平素的日子内面，当人无爱做的代志，这个首领呢，伊就开始来做人无爱做的代志。所以，伫这个伊遮过身了后，当众人咧回忆，也是咧笑念伊的时阵，拢是讲到这个图像，也是这个画面，就是讲弯腰伫部落内面，伫遐咧整理这个部落的领袖。亲爱兄弟，我感觉这个图像弯腰咧整理、咧照顾部落这个图像呢，甲耶稣基督所讲的这个要做头的人、做正人的萝卜，要做王的人、做正人的采用的，这实在是非常的符合。互咱会当看到讲，伫现处是伫咱台湾的一个所在，有真侪人也是亲像伊遮长老共款，伫遐用着耶稣基督所教示的来实行信仰，甲活出一个见证。后一张，亲爱兄弟，拄则咱有讲到11月是互咱会当来回想，互咱会当来计划将来的一个月份，互咱会当来感恩，也会当互咱来反省的月份。伫今仔日下早起，耶稣基督用着这个话来教示，迄当阵咧争权夺利，咧争什么人是最大的学生，互因会当学习到什么叫做伟大，什么叫做做头，什么叫做做领袖。所以伫今仔日，咱也透过这款的机会，伫咱的礼拜中间，咱会当来默想耶稣基督所教示咱的，相时也恳求上帝帮助咱会当有气力，会当来去实践耶稣基督当时对伫门徒所讲的，也今仔日对咱所发出的挑战甲教示。请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主，感谢你，你对当时门徒所教示的真理，今仔日也犹原搁一届来得提醒阮，互阮会当成做一个服侍你，也搁服侍阮的兄弟姊妹的人。主，恳求你施恩怜悯阮，也互阮无论伫倒位，阮都会当成做上帝你所欢喜的人。无论阮是伫家庭，伫阮的工作场合，伫阮的教会，伫阮的团契，伫阮的社团，也是伫阮无相共的组织，甚至也伫阮的社会无相共的角落内面，阮会当成做互你欢喜服侍别人的人。安尼恳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